为传承及发扬原住民传统射箭文化技艺，并提升本乡正当休闲风气，秀林乡公所于114年6月21日在水源村东方夏威夷游乐园就职盛大开赛。来自乡内各射箭好手，包含社会组、国中组、国小组及个人报名者，共计138位参赛。活动于当日上午10点举行开幕仪式。秀林乡长王玫瑰、花莲县长徐正卫、代表会主席骆燕玲、卢县一办公室主任连一龙、行政院东部联合服务中心园林组组长曾志德、泰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处长刘守礼、亚洲水泥公司专员陈芳子、副主席丁立芳、本乡各区代表、各村村长、各校校长、部落主席及部落事务组长皆一同到场关心比赛进行。我们必须重视自己的文化，才能够达到我们所谓的传承。所以我们一起努力，认同自己的文化，开始做起。祝福我们所有的神射手都能够正中红心，祝福现场各位贵宾、各位选手身体健康、平安喜乐。谢谢大家。本次射箭竞赛项目分为团体组、个人组两大组别，依年龄再细分为社会组、国中组及国小组。为让竞赛组别之年龄层适用范围扩大，本次赛事在个人组项目增设长青个人组，共计43队138人一同参与本次射箭赛事。趣味体验组则是提供现场观赛的来宾与民众体验正规射箭基本动作与规则，期待透过竞赛体验的方式，能够传承及发扬原住民族传统射箭文化技艺，推展传统射箭技能，提倡射箭运动风气，进而保存与延续泰鲁阁族的传统射箭文化之余，更重要的是养成运动的好习惯，将运动纳入生活必修课程。秀林乡公所美宣组报道。